来关心国际消息，2024年秘鲁 APEC 经济领袖会议煞过，咱台湾代表林信基伫 APEC 期间，和美国总统拜登有真侪互动，嘛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挨杀子。另外，林信基和日本首相久保木嘛进行双边会谈。 为秘鲁上出席的印度安金各国领袖到电批上代表2024年 APEC 经济领袖会议结束。会后，咱的领袖代表林信基举行国际记者会，讲到甲美国总统拜登在 APEC 期间有真侪摆活动，佮有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挨杀子。我们打招呼啊，打招呼的动作没什么细节啊，没有了，我们很忙啊，大家穿来穿去，期待他适当的时间在将来。 有机会到台湾来访问啊，他也是跟我说，他很想，还会好几次都有这个会谈，他很亲切。林信也在会场中甲真侪国领袖自然互动，佮甲日本首相久保木举行双边会谈。久保木表达日本重视台海和平稳定，支持咱继续参加国际组织，佮愿意伫各领域深化对台合作。因为过去的经验，他在防卫方面有非常。 专业的这个知识，共同防卫方面以及在防灾这一方面，我想我们都有很多合作的空间。今年 APEC 另外一个焦点是习近平伫会中宣布，中国的主办2026年 APEC， 而且写入今年的经济领袖宣言中，因为中国承诺各成员平等参加，会遵守 APEC 规定和传统，佮保障人身安全。北京就自愿有很多经济体，包含中华台北在内。 都有各种各样的顾虑及关切。我们中华台北有提出关于反毒22条的这个规定，所以能够达成这样共识，表示北京对各个经济体相关的关切做出了承诺。 时隔19年，林信基再次担任我国 APEC 领袖代表，完成赖总统交付的任务，凸显台湾在 APEC 中是重要且不可或缺。不过，在中国因素下，台湾在国际舞台上依然充满挑战。公司记者秘鲁立马报道。